鸡蛋几十年来一直被称为大自然的完美食物，一生赞扬它富含蛋白质，健身教练也誓言它是增肌的利器。相信现在正在观看影片的许多长辈，可能每天都会吃至少1颗鸡蛋，深信这是增强体力、精力和长寿的最佳习惯。但这个里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您准备和食用鸡蛋的方式，可能正在悄悄地破坏您的健康。大多数长辈没有意识到的是，鸡蛋对于食用的时间点、烹饪方法以及食物搭配都非常敏感。如果吃对了，它们可以保护您的记忆力，重建肌肉，并让您的心脏在80、90岁时依然强健。但如果吃错了，同样的鸡蛋可能会让您的胆固醇飙升，损伤神经，甚至引发像沙门氏菌这样危险的感染。事实上，我看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长辈们以为鸡蛋在帮助他们，但他们的习惯实际上却将他们推向疲劳、脑雾，甚至进了医院。像只吃蛋白、用太高温的油煎炸，或者与错误的药物一起服用这样的小错误，都可能将鸡蛋从超级食物变成潜在的健康隐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揭开长辈在吃鸡蛋时最常犯的5个危险错误。更重要的是，如何修正这些错误，让鸡蛋成为您身体的良药，而不是毒药。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我不仅会揭示吃鸡蛋的正确方法，还会提供您明天就可以开始使用的简单、有科学依据的技巧。等到我们结束时，您将确切知道如何让这种简单的食物成为健康老化的最强工具之一。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第一个错误。相信我，这一点几乎让我接触过的每一位长辈都感到震惊。错误1：空腹只吃蛋白。多年来，许多长辈被告知最健康的吃蛋方式是丢掉蛋黄，只吃蛋白，少胆固醇，多蛋白质。这种想法是这样流传的，但这个里隐藏着一个危险。只吃蛋白，尤其是一大早空腹时，可能会悄悄破坏您的神经系统、消化功能，甚至大脑健康。问题归结为蛋白中一种叫做卵白素 avidin 的物质，这个种蛋白质会与维生素 B7， 也就是生物素 biotin 结合。生物素不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维生素，它在神经健康、能量产生以及随着年龄增长、保护记忆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当卵白素与生物素结合时，它会阻碍身体吸收生物素，久而久之，这种缺乏会变得危险。起初迹象很微妙，如异常疲劳、指甲易碎或手指和脚趾轻微刺痛，但随着缺乏加深，长辈可能会经历严重、神经损伤、肌肉无力，甚至认知能力下降。医生曾报告过这样的案例：年长者初线手脚麻木，严重到连扣衬衫扣子或拿叉子这样简单的动作都变得不可能。更糟糕的是，当您空腹吃蛋白时，您的胃酸处于最强状态，这种酸性环境会增强卵白素的活性，这意味着它比您在用餐时吃同样的蛋白会阻断更多的生物素。换句话说，您吃蛋的时间点可能正在悄悄加速损害，而且丢弃蛋黄，您不仅失去了生物素，还丢弃了保护眼睛、大脑和心脏的营养素。蛋黄含有对记忆和注意力至关重要的卵磷脂，对心脏和关节健康至关重要的 Omega-3 脂肪酸，以及像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样的抗氧化剂，可防止与年龄相关的视力丧失。蛋白和蛋黄是相辅相成的，大自然设计它们就是为了让您整颗食用。解决方法简单而强大，
永远姜蛋、黄鱼、蛋白一起吃，这可以中和卵白素的有害影响，绝对不要空腹吃蛋。将它们与全麦吐司、蔬菜或一把绿色蔬菜搭配食用，这不仅可以保护您的生物素，还可以减缓胆固醇、吸收病、保持血糖稳定。坚持适量原则，每周大约5到7颗，全蛋对大，多数长辈来说是安全且有益的。试想一下，一个小小的习惯，改变吃整颗蛋而不丢弃蛋，黄就能饱，护您的神经，敏锐您的记忆力，并让您的肌肉在80、90岁时保持强壮。错误2，食用生鸡蛋或未煮熟的鸡蛋。生鸡蛋在电影跟健身文化中长期被美化，是有原因的。将鸡蛋直接打入玻璃杯中，或者吃那种软嫩流质的蛋，让人感觉很硬派且天然。但对于长辈来说，这种习惯绝非无害。事实上，食用生鸡蛋或未煮熟的鸡蛋可能会悄悄地为毁灭性的感染和危险的营养缺乏埋下伏笔。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危险是沙门氏菌感染，这些细菌甚至可能潜伏在看起来最干净的鸡蛋内部。对于年轻强壮的免疫系统来说，一次沙门氏菌感染可能意味着几天的恶心、腹泻和腹部绞痛。但对于60岁以上免疫防御能力较弱的长辈来说，它可能演变成严重的脱水、血液感染，甚至败血症，一种危及生命的状况。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老年人因沙门氏菌中毒而住院和死亡的比率最高。第二个隐藏的危险在于，我们在第一个错误中看到的同一个罪魁祸首——卵白素。当生吃蛋白时，卵白素保持完全活性，这意味着它可以完全与生物素结合，剥夺您身体保护神经、稳定能量、可认知、健康所需的关键维生素之一。将鸡蛋煮熟可以使卵白素失活，但生吃则赋予它完全的力量，来耗尽您的系统。还有一点，许多人忽略了，生蛋蛋白质时际上会破坏肠道中有益细菌的微妙平衡。这种肠道平衡与您的免疫系统、思绪清晰度，甚至情绪稳定性直接相关。对于肠道健康已经比较脆弱的长辈来说，这种破坏可能不仅仅意味着消化不良，它还可能加剧忧郁、记忆力衰退和慢性疾病的风险。让我们看看住在台中的82岁陈老先生的案例。几10年来，他以自己的早晨活力饮品味熬2颗生鸡蛋搅拌在牛奶中，这是一个他相信能让他保持强壮的仪式。但有一天早上，他醒来时感到剧烈腹痛、持续呕吐和高烧，在医院，医生证实是严重的沙门氏菌中毒，并迅速恶化为败血症。他在加护病房住在好几周，即使康复后，身体仍然虚弱，体重不足，并且受肠道失衡所苦，需要数月的细心复健。他以胃的健康习惯差点让他丧命。那么，长辈如何安全地享用鸡蛋呢？规则清晰简单，务必将鸡蛋彻底煮熟，蛋黄含蛋白因该是凝固的，绝不能是流质的。对于水煮蛋，目标是至少煮9到12分钟，直到中心凝固。避免食用生蛋料理，如自制美乃滋凯撒沙拉酱，或用生蛋制作的甜点，例如提拉米苏、慕斯，除非它们是用经过巴氏杀菌的鸡蛋制成的。检查新鲜度，切勿食用破裂或过期的鸡蛋，将它们存放在冰箱中，并在2周内食用，以确保最佳安全性。处理生鸡蛋后要洗手，因为细菌可能存活在蛋壳上。起初彻底煮熟鸡蛋可能会觉得有点不方便，但对于长辈来说，这是区别一顿能强健您身体的餐点，还是一顿会无声
攻击您身体的餐点的关键。请记住，鸡蛋是大自然最好的食物之一，但前提是必须用正确的方式烹调。错误3，将鸡蛋与药物混合食用。对于许多长辈来说，早晨有2件事开始：一盘鸡蛋和一把药丸，用早餐送服药物，感觉无害，甚至很实用。但这里隐藏着危险。尽管鸡蛋很健康，但它们可能会悄悄干扰某些药物在您体内的作用方式，有时会造成危及生命的后果。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抗凝血剂，如华法林 （Warfarin）、蛋黄天然富含维生素 K， 这是一种帮助血液凝固的营养素。但如果您正在服用旨在预防血栓的抗凝血剂，突然增加或减少鸡蛋摄取量，可能会破坏微妙的平衡。这意味着您的药物可能无法正常运作，让您面临内出血或危险血栓的风险。第二，抗生素，如4环霉素 tetracycline 和喹诺酮类 quinolone。鸡蛋也含有钙、镁和铁等矿物质，这些对健康有益。但当它们与某些抗生素结合时，会形成肠道无法吸收的不溶性复合物。这意味着您的抗感染药物可能只发挥了一半的效力，从而延长疾病或助长抗生素抗药性。第三，铁剂补充品，这是大多数长辈不知道的事情。蛋白中的蛋白智慧与消化道中的补充铁结合，您不但无法吸收身体急需用来对抗疲劳和贫血的铁，反而将大部分铁未经使用就排出了体外。久而久之，这会加剧虚弱、呼吸急促，甚至增加跌倒的风险。现在，让我们用一个真实故事来说明。住在高雄的85岁林爷爷，他在轻微中风后被处方服用华法林，医生仔细监测他的剂量。但林爷爷也喜欢他每天早上吃2颗太阳蛋配吐司的习惯。有一周，在医生鼓励他摄取更多蛋白质后，他开始每天多吃鸡蛋。2周内，林爷爷因突发性脑出血被紧急送往急诊室。罪魁祸首是什么？它叫高的鸡蛋摄取量提高了维生素 K 水平，抵消了华法林的保护作用。像蛋黄这么小的东西差点让他丧命。或者考虑一下76岁的王奶奶，她因贫血被处方服用铁剂，尽管几个月来都按时服药，她的血红素却几乎没有变化。她的医生感到困惑，直到问起她的饮食。王奶奶承认，她总是把铁剂和早餐的炒蛋一起吃。鸡蛋蛋白质的结合效应阻止了她吸收补充剂。一旦她将药物与鸡蛋餐分开服用，她的精力和血液数值终于得到了改善。解决方案不是放弃鸡蛋，而是要聪明地安排时间，在吃鸡蛋和服药之间至少留出2小时的间隔。对于像甲状腺药物这样敏感的药物，则要留出4小时。如果您正在服用华法林或其他抗凝血剂，请与您的医生讨论您每周吃多少鸡蛋，保持一致性是关键。突然的改变是危险的。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请仔细遵循指示。有些药物最好空腹服用，远离鸡蛋或乳制品。对于食物与药物的交互作用，永远不要犹豫去询问您的药师。鸡蛋可以是长辈最滋补的食物之一，但前提是它们不能破坏您的药效。对于同时服用多种处方药的长辈来说，了解这种隐藏的交互作用，可能意味着治愈与伤害之间的区别。错误4，太早吃鸡蛋。许多长辈几10年来都遵循着同样的早餐习惯：早上6点起床，烧水，然后在锅里打几颗蛋，这感觉健康又充满活力。但这个里有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您吃蛋的时间点可能会完全改变身体对它们的反应。让我解释一下，
在早上6点到8点之间，您的身体自然会产生最高水平的皮质醇 cortisol， 通常被称为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并不全是坏的，它帮助您醒来、调节血糖并为一天做好准备，但它也会触发您的肝脏产生更多胆固醇。现在想象一下，将这些升高的皮质醇水平与一盘煎蛋结合在一起，结果是在您身体最无法安全处理的时候，胆固醇双重激增。这种影响对长辈来说特别危险，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代谢脂肪的效率通常会降低，这意味着过早吃蛋会导致更高的低密度脂蛋白 LDL 胆固醇、动脉阻塞以及更高的心脏病发作或中风风险。但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在清晨时分，您的消化系统仍在苏醒中，经过一夜的休息，胃酸和消化酶处于低水平，这使得分解像鸡蛋这样沉重的蛋白质变得更加困难。这些早晨的鸡蛋非但没有滋养您，反而可能让您感到胀气、迟缓，甚至引发胃食道逆流。让我们看一个真实案例。78岁的吴老先生对自己的健康习惯感到自豪，每天黎明时分，他都会吃2颗煎蛋配培根。他相信这份富含蛋白质的早餐正在为他的心脏和肌肉提供燃料。但有一天早上，吴老先生因严重的胸痛倒下，在医院医生诊断他患有急性心肌梗塞。他的血液检查显示，胆固醇水平是安全范围的2倍。当医生检查他的饮食习惯时，罪魁祸首很明显，那些清晨的鸡蛋结合皮质醇高峰，悄悄地将他的胆固醇推得越来越高，直到灾难发生。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时间点。研究显示，吃鸡蛋的最佳时间窗口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或者将其作为早午餐、午餐的一部分。到那时，皮质醇水平已经下降，消化功能完全活跃，肝脏处理胆固醇的效率更高。吃鸡蛋时搭配富含纤维的蔬菜，如菠菜或花椰菜，有助于进一步减少胆固醇吸收。这样，鸡蛋就能成为保护心脏的食物，而不是隐藏的风险。另外，重要的一点，避免在睡前吃鸡蛋。消化蛋白质需要大量能量，这可能会干扰身体在夜间的自然休息和恢复过程。鸡蛋是营养宝库，但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食用，它们可能会悄悄破坏您的健康。调整您的时间表听起来像是一个小改变，但对于长辈来说，这可能意味着降低胆固醇、改善消化并保护心脏。错误5，用高温油烹调鸡蛋。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热油锅里鸡蛋发出的滋生、酥脆的边缘、金黄的蛋黄，以及那熟悉的早餐香气更令人感到安慰的了。这是数百万人几十年来一直享受的仪式。但这个里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当您用非常热的油烹调鸡蛋时，您正在剥夺它们的许多营养并质，造出可能悄悄损害您健康的隐藏危险。鸡蛋是娇嫩的食物，它们的蛋白质和有益化合物对热非常敏感。当暴露在摄氏100度、华氏212度以上的温度时，蛋白质开始变性并硬化，使您的身体更难消化。消化系统效率已经较低的长辈会更加感受到这个负担，导致吃完丰盛的煎蛋早餐后出现胀气、消化不良或食欲不振。但真正的危险来自于油。当油被过度加热超过其发烟点时，它会释放出有害化合物，如丙烯醛 acrolein 和醛类 aldehydes。这些有毒副产品不仅会刺激您的胃黏膜，还会引发全身的发炎、反应和氧化压力。久而久之，这会加速老化、削弱免疫力，
甚至提高心脏病的风险。而且还不止这样，用非常热的油烹调鸡蛋会破坏胆碱 choline， 这是蛋黄中最有价值的营养素之一。胆碱对大脑健康、记忆力和减缓认知能力下降至关重要。失去这个营养素的长辈可能会经痢疾、忆问题、脑雾甚至失智症的更快恶化。想象一下，仅仅因为烹调方式就丢弃了让鸡蛋对您的大脑如此强大的化合物。让我们看一个真实案例。84岁的张婆婆很爱吃煎蛋，多年来她每天早上都做，用热油煎得酥脆完美。但随着年龄增长，她注意到严重的胃灼热、食欲不振，最后因为进食变得非常不舒服，而体重掉了好几公斤。医生最初怀疑是胃炎或溃疡，但在审查她的饮食后，很明显她每天吃过热油煎蛋的习惯正在加剧她的消化系统负担，并剥夺她身体必需的营养。当她改吃水煮蛋和蒸蛋后，症状缓解了，体力也恢复了。82岁的李伯伯也有类似的故事，他抱怨早餐后持续有胃、食道逆流和消化不良。医生建议他停止用油煎蛋，改为用小火水煮。几周内，李伯伯报告消化变好了，更有精力，甚至胆固醇水平也改善了。那么，什么是更安全的方法呢？用水轻轻煮鸡蛋，水煮蛋9到12分钟，确保蛋白质保持易消化且营养完整。蒸蛋或水波蛋是完全避免用油的绝佳替代品。如果您必须使用油，请坚持使用像橄榄油这样对心脏健康的油，但务必使用中小火烹调，绝不要用大火。可以用姜黄、黑胡椒或巴西里等天然香料来调味。这些香草不仅增加风味，还能减少发炎。鸡蛋应该是您身体的良药，而不是隐藏的毒药。通过降低热度和避免高温油煎，您可以保护大脑的胆碱，让消化更容易，并减少加速老化的无声发炎。结论：鸡蛋是大自然最完整的食物之一，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保护大脑的营养素。但正如我们今天所揭示的，您准备和食用它们的方式，决定了是将鸡蛋片城墙大的药物，还是慢性的毒药。回想一下我们探讨的5个错误：空腹只吃蛋白，剥夺您神经和大脑关键的生物素；食用生鸡蛋或未煮熟的鸡蛋，让自己暴露于感染和肠道失衡的风险；将鸡蛋与错误的药物搭配，冒着危险交互作用的风险；在一天中胆固醇合成最高的时候吃蛋，以及在过热的油中烹调，破坏其娇嫩的营养并产生有毒化合物。这些错误中的每一个单独看起来可能很小，但加在一起，它们可能会悄悄破坏您60岁后的体力、记忆力和独立性。而充满希望的部分是，它们都非常容易修正。通过做一些简单的调整，同时吃蛋黄和蛋白，彻底煮熟鸡蛋，明智的选择时间以及温和地烹调，您可以将盘子里的每一颗鸡蛋片成支持您的心脏、肌肉、大脑和消化的超级食物。这些微小的日常习惯累积起来，就是多年的韧性和活力。现在我想听听您的声音，您通常如何准备您的鸡蛋？您是否在自己的厨房里发现了这些错误？您明天将从哪一个简单的改变开始？水煮、改变时间，还是搭配蔬菜？请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答案。您的故事可能会激励另一位长辈，保护他们的健康。而且别忘了，如果这份指南让您对吃蛋的错误大开眼界，想象一下还有多少其他日常习惯可能正在悄悄消耗您的体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周都会分享这些有实证依据的技巧。请关注我们的健康频道，点赞并与朋友或亲人分享这篇文章。请记住，这不仅仅是关于活得更久，
而是关于每一天都活得更强壮、更清醒、更独立。鸡蛋可以助您一臂之力，也可能拖您后腿，选择全在您手中，保持强壮，保持明智。我们下次见将分享更多健康秘诀，来帮助您在年长后依然茁壮成长。